大家好啊，Nolo Channel 今次同大家分享一啲健康嘅飲食小知識，就關於茄紅素。飲食同埋健康真係有莫大關係。根據台灣呢，就有醫生分享咗茄紅素具有抗氧化、減低心肌梗塞嘅風險、抗癌好多好處噶。如果呢想從食物裏面攝取更多嘅茄紅素，大家就要留意下有3大 tips 啦。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Nolo Channel 以下同大家嘅分享。未入正題之前，先希望同大家做個小呼籲，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嘅分享能夠點讚、分享同埋留言，更加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啲支持同埋鼓勵 Nolo Channel 我啊！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希望大家可以請我飲杯咖啡，或者請 Nolo 貓食包貓貓餅作為鼓勵。喺我頻道裏邊，我會同大家進行一啲生活資訊嘅分享，有健康飲食啦、經濟、地產、文化小知識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啦。台灣家庭醫學會專科醫生李思賢就表示，茄紅素係一種重要嘅類胡蘿蔔素色素，擁有多種生理嘅功能同埋潛在健康嘅益處。佢以全反式嘅茄紅素形成咗最常見，並且會因為佢嘅獨特結構同埋特性，受到食物營養同埋醫學領域嘅廣泛關注。而且茄紅素不單止係一種天然嘅色素，仲被認為具有強大嘅健康作用。首先第一個嘅就係抗氧化作用。茄紅素係一種強效嘅抗氧化劑，能夠清除自由基，減少蛋白質、脂質同埋 DNA 裏邊氧化嘅損傷，從而降低咗氧化反應帶嚟嘅負面影響。第二就係心血管健康，茄紅素有助降低心肌梗塞嘅風險，幫助降低血壓，預防低密度脂蛋白嘅壞膽固醇嘅氧化，並且提高高密度蛋白質嘅水平。第三就係抗癌作用，高濃度嘅血液茄紅素同埋前列腺癌、肺癌、子宮癌、乳腺癌等多種癌症風險嘅降低有關。茄紅素能夠抑制癌細胞嘅增殖，誘導癌細胞凋亡，並且能夠防止癌細胞嘅轉移。茄紅素可能仲具備有神經保護、肝臟保護、骨骼健康、皮膚護理同埋降糖尿病嘅作用。根據2022年 Nutrition 期刊刊登咗一篇分析咗72項有關人體同埋動物嘅研究，確認茄紅素嘅抗癌活性。研究顯示，茄紅素通過調節氧化同埋炎症嘅過程，誘導細胞凋亡，抑制細胞分裂，同埋抑制血管生成同埋轉移嚟發揮抗癌嘅效果。此外，同樣刊登喺 Nutrition 嘅一篇文獻回顧裏邊，亦都指出咗茄紅素嘅抗氧化效果就係促進咗健康嘅基礎，能夠有效抑制心血管疾病、神經系統疾病、糖尿病、肝臟疾病同埋潰瘍性嘅結腸炎發展。李醫生表示，茄紅素係脂溶性嘅物質，所以同脂肪一齊吸收就能夠更好咁樣被我哋身體攝取噶。相較其他嘅類胡蘿蔔素，茄紅素嘅熱穩定性更佳，加熱反而更加能夠提高佢種生物嘅利用度。富含茄紅素嘅食物可能係包括咗喺番茄同埋佢嘅製成品，包括咗番茄醬、番茄汁，都係茄紅素最佳嘅來源。至於西瓜、紅西柚、紅甜椒、紅番石榴，都係能夠提高茄紅素嘅攝取。另外都有3大 tips 能夠提高茄紅素嘅攝取。第一就係配合油脂啦，建議就同富有健康油脂嘅食物一齊食用，例如喺沙律裏邊加入咗橄欖油同埋番茄，能夠增強咗茄紅素嘅吸收。第二就係熟食比生食好，加熱能夠釋放更多嘅茄紅素，俾我哋嘅身體更加容易吸收。所以啦，番茄湯、番茄醬加熱嘅呢啲製品啦、熟食品啦，就比生食番茄更有利於茄紅素嘅攝取。第三啦，就係使用茄紅素嘅補充劑。如果難以從日常飲食裏邊得到足夠嘅茄紅素，可以考慮使用經過特殊處理嘅提高生物利用度嘅茄紅素補充劑。其實茄紅素除咗有抗氧化啦，能夠係對於我哋心血管、抗癌各樣嘢都有益處之外，其實番茄都係好好食嘅食物。
既係可以係一種嘅湯品啦，又或者係我哋煮餸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加入咗番茄噶。大人同埋小朋友，甚至乎老人家都好適合食用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茄紅素嘅資料能夠有個參考作用，亦都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嘅分享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。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我頻道之餘，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希望你可以鼓勵我一杯咖啡啊！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